北约举行冷战了后上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伫咧波兰演练部署防守欧洲，防止罗西亚入侵。中国人大会议提告，针对台湾的议题，总理李强旧年是讲推动和平统一，今年算是甲和平两字提掉。法国要甲妇女提囡仔权利列入宪法保障，是全世界头一个用宪法保障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国际关系。北约即阵是当咧联合军演，所有成员国包含新加入的瑞典拢有去参加。这场军演，互人形容是冷战了后上大规模一届，计共是有9万的军人去参加。这几天，所有成员国就当咧演练，把这武器快速运过波兰，主要就是要防止罗西亚入侵北约国家。咱来看边仔这地理位置，哪色的拢是北约的成员。万不因若是这乌克兰去互罗西亚借去，波兰就会甲罗西亚相接。所以讲，这波兰的防守就真重要，会是规个欧洲的续集线。在继续工兵的配合之下，包括地主波兰和美英法德西班牙等国的战车和装甲车，一个通过波兰上主要的河威斯瓦河，对地图会当看出演习所在的威斯瓦河的水尾，对东北东方向差不多100-200公里，都是属罗西亚。有驻当兵的加里宁格勒，演习的时机嘛，伫个俄罗战争满2周年了后无偌久，不管是还是地，拢感觉是特别敏感。对冷战时期以来，大批装甲部队渡过经过边缘的河，是当时2大阵营拢真重视的演练科目。对持续对东边扩张的北约组织来讲，爱甲几十个不同国家的人员和装备拢整合起来，互相磨合的过程是要开真侪功夫才会当完成。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you know, and these type of exercises are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how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then develop our techniques, our tactics, how we work together, how w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how we merge and synchronise the activity across multiple nations. 陆军安尼，空军嘛是同款。北约第32个会员国瑞典，早就伫加入战争，就定参加联合演习。这摆是第1摆以正式会员的身份来主办这一国空军的共同训练。What we'll do now is trying to synchronize the way that we fight the war with the NATO's air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at's a challenge, but it's a positive challenge. The new concept now is that we try to integrate even further, and that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new NATO membership of Finland and the Swedish NATO membership shortly to come. 另外，伫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展开冷战时代的库科瓦空军基地。这个基地伫1955年的时阵完工启用，嘛是苏联和南斯拉夫重要的军事据点。苏联和南斯拉夫先后解体，基地伫20世纪尾荒废去。各老各旧的美国战机嘛，红等伫边啊，一直到21世纪初，阿尔巴尼亚准备要加入北约，才阁一步一步来整建，一直到当地时间3月初4，北约军演的期间，重新启用。做北约的空军基地。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换来看加人较活的南海，中国甲菲律宾的船今日是伫咧南海相弄，双方拢指控是对方的责任，局势紧张。另外，当协的特别峰会将是伫咧澳洲举办，澳洲宣布要开60亿个代票，加强当协的海上安全，对付中国威胁。菲律宾海华警卫队初5指控中国海警船伫南海进行危险操作甲阻拦，造成伫咧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国船只有居民结果损伤。不过中国说讲，中国海警船是咧对非法牵制经济区域仍爱暗杀的菲国船舰采取措施。到伫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人伫澳洲参加当协峰会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则针对南海经济公开警告中国，若菲国海洋权益受损，都会反击。Push back when our sworn principles, such as our sovereignty, our sovereign rights, and our jurisdiction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re questioned or ignored.
南海问题是即摆东协特别峰会关注事项之一，也是澳洲正做东协第一个对话伙伴50周年。特别伫墨尔本举办峰会深化交流，澳洲除了宣布投入大约410亿台票基金，扩大伫东南亚的投资，也会提供60亿台票强化东协海上安全，来应对日渐有威胁的中国甲南海紧张情势。What happe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across the Indo-Pacific affects us all. 南海地区除了有战略地带，当年大约有3.4兆美金的运输业务通过这片海峡。中国多年来主张有南海大部分的主权，涉及台湾甲菲律宾等几个的东协国家认定的主权范围。虽然即马澳洲对南海局势稳定投入更较侪心力，不过澳洲同时是美国的军事盘，部分东协国家烦恼美澳合作可能会吸到中国敏感神经，让南海局势更较无稳定。公司新闻刘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京都的劳动局统计到去年10月，伫遐食头路的外籍劳工是超过28000人破纪录。若是照国籍来看，是越南人上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彭博社调查7个亚洲国家，今年1月到2月扣掉支出，上侪外资流入市场的是韩国，达到77亿美金，第二是台湾有51亿。英国《Times》报道，英国的财政大臣亨特是按算要延长燃油税优惠，为着挽救执政党的支持率。不过，这项减免计划是会增加财政部50亿英镑的支出。刷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取消全国人大会议了后的总理新闻发布会。根据分析，这就代表讲中国资讯无透明的程度更加严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头一款唔免医生的药单，就会当买避孕药啊 Opill， 这个月就起。支持者是认为讲，安尼当互避免有生更较简单。不过，有人认为讲，一个月开20块美金，好代表600块来买药啊，对这有需求的弱势族群来讲，根本就开袂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今日起过，国务院的总理李强针对台湾议题，强调是要反对台湾独立。伫伊个工作报告当中，去年是讲推动和平统一，今年却是把和平2字提掉，引起关注。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第2届会议初5早起开始，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就任以来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拢主要放伫经济发展。宣布讲今年经济成长率目标定为5%左右，对台湾议题是维持一直以来的立场，反对台独，重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9二共识。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去年李克强使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比起来，今年的报告是甲和平的这个字抬掉，军费的支出是增加7.2%，嘛引起注意。这摆人大会议闭幕了后，无举行总理记者会，拍35年的传统。专家分析，这嘛显示李强的地位红降低。过去李克强起码还有有某些自己做决策的权利，那么现在完全都没有了，他们通通变成习近平的执行者。丁树环指出讲，对人大会议了后无举行记者会和人事上的变动，会当看出中国即马内部政局是当在乱，习近平一个人掌控。工作报告内面，台湾部分是维持进程的论述，对新政府嘛无特别提出威胁的字，可能转用铺设地带的战略来慢慢施压。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中国人大开会这个敏感的时机点，美军的海军第7舰队混运号是通过台湾海峡，引起关注。不过，美军强调讲是例行的任务。美国的军舰混运号是今年第2届通过台海，美军强调讲利用台湾海峡往回南海甲东海是长久以来路线，经过海峡拢是公海，无涉到任何国家领海。
我来看美国政治消息，美国政治人马是有几个州利用 Trump 干涉国会暴动案，唔好参加初选。不过，昨联邦的最高法院是推翻这项判决。伫咧知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新的裁定，恢复以2024年总统初选资格了，前总统川普重新登到白宫的前程之路更加确定。Essentially, you cannot take somebody out of a race because an opponent would like to have it that way.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各州根据涉及叛乱的宪法条款，取消联邦公职候选人的资格，并且推翻科罗拉多州将川普败除伫咧因这州总统初选选票的资格决定。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是去年12月19认定川普涉嫌煽动支持者，伫2021年1月初6攻击国会。It's a major victory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the leading candidate for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The court ruled that Congress must act before states can undertake efforts to kick the former president off the ballot. 伫咧9位大法官内面，包括3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的4位，认为科罗拉多州这项决定超过必要性。科罗拉多州的官员对因这州的权力受到限制，真失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由保守派加自由派以6比3组成，其中有3位进前是由川普任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一项全世界招待性的法案。法国国会是正式通过法案，要把妇女摕囡仔的权利列入宪法保障，是全世界头一个用宪法保障摕囡仔权利的国家。大英堡顶悬议长都宣布通过表决，巴黎民众随大声欢呼庆祝。爱菲尼铁塔阁出现标语，家己的身躯家己选择，宣告女性的打胎权要写入去法国的宪法。Je pense que c'est aussi un bon signal envoyé aux autres pays de dire qu'on peut toujours progresser davantage dans ce droit-là pour lequel on se bat depuis des décennies. 横看做是针对美国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抵抗，法国国会初时伫欢迎赛宫召开两院特别会议，隆重780票赞成、72票反对来通过这条法案。未来女性甲囡仔提调是宪法第34条保障的自由，嘛互法国成做全球头一个甲打胎权写入去宪法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嘛大力支持这条法案，伊透过社群媒体宣布讲，要伫这礼拜3月7日国际妇女节举办有史以来头一届入宪仪式。Notre vote est une promesse aussi pour toutes les femmes qui luttent partout dans le monde pour le droit à disposer de leur corps. Ce vote aujourd'hui leur dit votre lutte est la nôtre, cette victoire est la vôtre. 法国自1975年开始，甲囡仔提调都是合法行为。社会大众普遍嘛拢支持打胎权，国会跨党派嘛拢保持共识。过去敢若已经解散的前南斯拉夫，要伫宪法列出生囝的自由。若即卖法国，互看做是比南斯拉夫更较进步。不过当地原有一寡人对法案通过有无共款的看法，亲像法国的天主教会就发出声明，因批评甲囡仔提调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公视新闻牛眼编辑。同款是性别的议题，不过煞是一场悲剧。联合国的性暴力调查小组指出，有证据显示哈马斯的武装分子伫咧攻击以色列的期间，是甲无辜的百姓性侵。这款犯罪行为，恐惊嘛发生伫咧人质身躯顶。联合国性暴力调查小组伫1月29至2月14期间，访问以色列，搜集分析，佮核实去年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事件有关性暴力的资讯。这是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至少有3个地点发生几件的性暴力。We found clear and convincing information that sexual violence, including rape, sexualized torture,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has been committed against captives. And we also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such violence may still be ongoing against those still held in captivity. 调查小组采访34人，包括10月7日遭攻击的幸存者甲看到的人，参考哈马斯释放的人质，佮针对50点钟的影像资料进行审查，也毋过并无接触到任何性暴力受害者。那 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冲突了后，头一摆出访加沙，北方北部2件病院发现有清洗儿童，因为粮食不足枵死，世卫组织设法向每一间病院运送9500公升的电料，甲一寡基本医疗用品。也毋过，敢若只有够提供一小部分紧急救生需求。联合国初时召开会议，审议美国复决天火协议了后所提出的替代性决议草案。To support these sensitive negotiations,
we have circulated a draf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at calls for a temporary ceasefire together with the release of all hostages as soon as possible. I reiterate, any calls for a ceasefire only give Hamas a green light to continue raping and abusing the hostages. 美國法國隨停火決議做着批評，巴勒斯坦代表是控訴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戰爭罪甲危害人類罪。It is the certainty of the perpetrators that they will never be held accountable. 以色列表示，在哈馬斯向消滅進前，未結束戰爭，聯合國對哈馬斯性侵報告保持定點。以色列外交部稱是已經調回駐聯合國大使表達不滿，哈馬斯是回應，若無達成結束停火協議，未釋放所謂人質。公司新聞地回應評譯。性侵這款恐怖的代誌嘛，定定發生喺印度。最近有一對西班牙的網絡名人翁某，因是去印度佚佗，煞是去互搶劫性侵。因就伫咧網絡頂公開受害過程，印度的警方出手掠到3個嫌犯，賠受害者38萬台票。特頭大雙手護手啊，綁到這幾位男性都是犯下集體性侵外國遊客嫌犯。一對替西班牙護照，熱愛長期旅行忘情翁某，頂禮拜六佇印度東部加爾克漢德邦旅行的時，因為電未到住所，暗時困捕芳過暝，所互7名嫌犯拍搶劫，同時有巴西甲西班牙國籍的太太也互輪流性侵。देखने से लगा कि उनके साथ घटना हुआ है कुछ चोट चेहरे पर दिखा जिसके आलोक में उसको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केंद्र सरैयाहाट नज़दीक में है वहाँ पर ले गए तो डॉक्टर को उन लोगों ने बताया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लड़कों के द्वारा दुष्कर्म की घटना की गई है。受害翁某隨後在印斯克國甲西班牙媒體上公開被害經過，印度警方曾經逮捕3個人，另外4個人也等嚟調查。當地政府向受害翁某回息咧，佮提供100萬盧比，大約38萬台票的賠償金。Thank you for a lot of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of Jankar. The police is very fast investigation. 3 or 4 people is detained. विक्टिम कंपनसेशन स्कीम के तहत हम लोग कमेटी जो हमारा जज साहब का अध्यक्षता में है 10 लाख रुपए हम लोग देने का निर्णय लिया था कल। आज हम लोग इमीडिएटली उनका अकाउंट में यूरोस में हम लोग कन्वर्ट करके अब इमीडिएटली हम लोग 10 लाख रुपए का कंपनसेशन उनका हस्बैंड को दिया गया है।這個案件佫引起外界對印度治安的觀察。事實上，遊客佇印度防侵犯，會常聽到2年前一名美國婦女佇新德里的飯店，互一陣查甫人係藥侵犯。伫18年一名英國婦女佇西部關公地區國阿邦也不幸互人性侵。雖然印度2013年修訂法律加強處罰性侵犯，不過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2022年有超過3萬件性侵案，平均逐天活90件。公司新聞7月份報道。後邊執委會宣布要甲蘋果公司罰18億的歐元，和代票616億。因為這蘋果有一款軟體是甲市場規劃放棄，無互消費者知影講，其實有其他更較俗的選擇，變做高門獨市。不過蘋果公司是按算的上訴。後邊執委會伫咧隨時開記者會，宣布對蘋果公司罰18億歐元。這是歐盟第一遍對蘋果實施反兩端處罰。歐盟講，蘋果應用程式商店向開發者收30%的手續費，和消費者伫咧這個平台訂應用程式的價錢較貴，而且有不利公平競爭的條件。For a decade, Apple has restricted music streaming app developers from informing their consumers about cheaper options available outside of the app. Apple has done so by contractually imposing anti-steering rules on music streaming app developers. 歐盟這項決定一開始是因為瑞典的音樂串流服務 Spotify 投訴，因不滿蘋果對串流音樂平台的限制。不過蘋果公司講無證據顯示消費者受到傷害，也批評歐盟無看到這麼蓬勃發展的市場競爭激烈而且快速增長的事實。Spotify 講這是重要的時刻，代表無任何公司會讓人用權力控制客戶加其他公司的互動方式。This is illegal. And it has impacted millions of European consumers.
They were not able to make a free choice as to where, how, and at what prices to buy music streaming subscriptions. 苹果公司讲将会对这项决定提上诉。另外，苹果伫咧随时无预警推出新型轻薄薄的笔记型电脑 MacBook Air， 只敢用新闻稿的形式发布，分做13加15寸2种。介绍是代表35900块以上美国等28个国家，随时开始有过台湾的另外景时间。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越南的首都河内空气污染真严重，将是排伫咧全世界空气品质上歹第1名。日前因为扫过喘气的问题去看医生的患者增加5成。伫河内关楼站对下骹看，规个社区就敢若搬入去石里分布内面，四界拢是雾，能见度是真低。瑞士空气品质监测公司 IQAir 测试数据显示讲，河内的空气品质指数 AQI 到191，伫全球空污上严重的城市内面是排第1。第2是非洲加纳的首都阿克莱 ，AQI 167；中东移动的首都德黑兰 AQI 166，伫遮的排名是第3。 Tình hình ô nhiễm Hà Nội cô nghĩ là do phương tiện cá nhân nhiều, rồi bụi mịn của xây dựng ấy, mà thời tiết nữa, thời tiết lạnh xong rồi nói chung là gâ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của người dân. 河内市对去年11月来到秋天了后，空气品质的指标就定超过150，来到无健康的状态，甚至是冲破200，到非常无健康的程度。病院是日日出现一大堆咧扫含未喘气的患者，求诊的人数上侪捌增加50%。越南气象局指出讲，这波空污主要是因为湿冷空气的沉降作用，互空气内面污染物的传播微粒无法度消散，才会造成安尼的结果。 世界银行2002伊的报告指出讲，河内有3成的空气传播微粒拢是对道路的风沙和800万台汽机车排放的废气来的。越南北部、中部2地已经有18000人因为空污相关病死亡。河内当局顶个月就建议民众尽量莫出去，嘛会记得挂嘴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